美国的对顶关税8月初7就要实施，市场上是出现着各种无经过证实的传言，像讲有报纸来报道，讲台湾甲美国恐惊无法度伫个期限内达成协议，到时阵台湾就是20%的税率。另外，也有周刊来报道，讲川普提出着要求，希望台积电加码投资，而且来入股着英特尔。但是台积电并无答应，所以这个谈判才会卡掉咧。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Trump again. 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桂铁家今年3月人伫咧美国白宫宣布下当本甲美国投资。美国总统川普人就伫咧边仔看起来不接满意，不过如今就敢讲，目前台美对顶关税仍未讲成，是因为美国开出2大条件：一爱台积电佮投资4000亿美金；二爱互个先选入股英特尔49%。也毋过桂铁家无随点头答应。介入英特尔的一个经营，其实对于台积电都会产生较为负面的一个影响，跟 Intel 本身，那么就有制程上的一个差异。论真进前就捌传出台积电可能和英特尔结亲，为特甲4月发说会时真心背会，强调无甲任何公司有合作，或者是授权技术。4年前到美国去，因为美国客户的需求，现在加大投资，各位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美国的客户需求量非常的大。桂铁家和总统赖清德同齐召开记者会时，嘛搁一摆背会去到美国投资，是因为客户需求。部边无讲过是烦恼扣关税才下本投资，为着闪避关税去美国设厂，这个话自头到尾拢是川普的个人讲法。不过，何时董事长当主任嘛认为，川普可能要求台湾提技术给美国半导体业，对投资金额大吹开开。当时交车牛肉、猪肉、北来和七仔等等农产品，台湾可能是无想要只阿萨里两波，川普才真无欢喜，再出20%的关税施压咱台湾。谈判还要继续进行，还要继续进行。我们会继续努力。台湾谈判团队已经伫咧3号半暝会考，行政院副议长郑丽君讲，会继续争取更加好的税率。不过有报销讲，台湾美国也未敲好后一遍的会议时间，恐惊无法度伫咧8月初7关税生效前达成协议。对这件代志，行政院也未回应。真济团员正人咧喊，面对变数多的关税议题，国民党点等待正确的消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